咱做伙来恭守上帝话的王记下卷第6章第1节到23节。咱做伙来读。先知的学生甲以利沙讲：看啊，我甲你所住的所在真伟，求你准阮去约旦，逐人对遐取一支柴料，互阮伫遐起一所在通徛。伊讲：恁通去啊？有一个讲：无得摕，求你甲罗伯去。因讲：我要去。对安尼就甲因去。因到约旦就插树。有一人插树的时，葡萄木塌落伫水内，伊就叫讲：惨啊！我的主啊！这支葡萄是借的。上帝的罗伯讲：较落伫倒落，伊就报伊看迄所在，伊就插一支柴，放伫遐，葡萄木就浮起来。伊讲：举起来，迄人就伸手举起来。亚兰王甲以色列交战。甲伊的人神议论讲：我着插赢伫某所在。上帝的罗伯差人去见以色列王讲：你着谨慎，毋通对某所在经过，因为亚兰人落来伫遐。以色列王差人到上帝的罗伯所讲着提防的所在。对安尼无受害，毋那1摆2摆。亚兰王因为即个事心内真白白，调伊的人神来，甲因讲：咱中间之罪为以色列王，恁无来甲我讲吗？有一个人神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，毋是安尼，就是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。将你伫困房所讲的话，甲以色列王讲。王讲：你去探看伊伫倒落，我通找人去掠伊。有人甲王讲：看啊，伊伫倒等。王就找马车甲大队兵去遐，因透暝到围困迄个城。上帝的罗伯的差鹰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有军兵马甲车围困城。差鹰甲伊讲：惨啊！我的主啊，咱要怎样？上帝的罗伯讲：毋免惊，因为甲咱伫地下比甲因伫地下搁较侪。以利沙祈祷讲：耶和华啊！求你开伊的目睭，互伊会看见。耶和华就开少年人的目睭，伊就看见。看，片山火马火车为以利沙，因落去到伊遐。以利沙祈祷讲：耶和华啊，求你拍遮的百姓，互因痴迷。伊就拍，互因痴迷。照以利沙的话，以利沙甲因讲：即个毋是迄个路，即个也毋是迄个城。恁对我要带恁到恁所找的人遐，就带因到撒玛利亚。因入撒玛利亚，以利沙讲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开遮个人的目睭，互因看见。耶和华开因的目睭，因就看见，无拍算，是伫撒玛利亚的城内。以色列王看见因，就问以利沙讲：我的爸啊，我着拍伊吗？着拍伊吗？因讲：毋通拍伊，你用刀用弓所掠来的，可通拍伊吗？着下饼甲水伫因的面前，互因啉食，倒去因的主人遐。王替因备办济济食物，因啉食明白，
就架因去，就倒去因的主人遐。对安尼，亚兰的军兵无搁侵犯以色列的境界。咱即马请曾牧师用喜事招来的斧头来讲道。兄弟大家平安，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，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即时恳求你安静阮的心伫你的面前。通用你的话，伫遮三个勉励，对你的话，阮得到了解、明白、精深的认捌你、晓悟你伫阮生命中的意义。主，阮将阮今日所要分享的恭敬交托，看你带领阮伫遮呢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嗨，弟妹大家平安。当咱掀开圣经的时，咱会看见上帝伊安那分开红海。互以色列人免受到埃及军兵的追杀，所以咱真容易来相信，那像上帝关心大项事，伊可能关心伫宣教，关心伫大灾难等等的重大事件。总是当你到你的厝的时，你面对着你即个月缴袂出的账单，也是无小心将你的工作拍无去。也是去弄无一项目标伫你所照的物件的时，你心内也是袂有一种真微碎的声讲：上帝遐尼无用，伊敢管会伫我遮的小可代志吗？今日这段圣经节，就是要拍破咱即种的迷思。正像彼得前书5章7节所讲的。恁用所挂入的交付伊，因为伊关心伫恁。兄弟姊妹，主爱上帝的目睭，毋敢若观看着国际世界的局势的变动，伊的目睭，伊愿伫遮看着你生命中的大小项代志。感谢主，伊关心伫咱生活中的每一件代志，无论大项事还是小项事。伊拢愿意欢喜施恩帮助伫咱，所以今日圣经节真长，总是牧师今日的重点，只敢来放伫单1节到7节的所在来讲解。两记下卷6章1节到4节，先伫学生甲伊23讲看，阮甲你所在的所在真话，准你求你准阮去约旦。逐人伫遐取一支柴料，互阮伫遐去一所在通徛。伊讲恁通去，有一个讲无伫推，求你甲罗伯去。因讲我要去，对安尼就甲因去，因到约旦就错手。咱对这段圣经在的中间，咱看去，当时有先知的学校，就那像咱今日的新学院共一样，专门咧培训练一寡愿意服侍上帝的人。以撒应该是即间先知学校内面的院长共一样，因为继承了以利亚的工作，尤其是伊医好阿兰国的元帅乃曼大将军的太过病的了后，更加吸引着侪人来到伊的先知学校，特别少年人。直到伊原来所住的宿舍无够，伊安尼生，就人发动去到约旦河迄边要取材料，来起造更较侪的厝房屋，伫遐来徛起。兄姊妹，伫北国以色列偶像崇拜遮尔严重的所在，上帝也特别兴起侪的先知，尤其和以利亚甲以利沙有医治甲行各项神力技术的能力，就是要让人知影，伫以色列地有上帝。虽然北国伫遐拜巴力偶像的风气纵行，总是上帝有愿用主爱伫遐来保守因。咱相信，通过以利沙所行的神力技术，也会吸引着侪人
伊的心归向真我上帝，直到因原有的地方永立未落。伫以赛亚书54章20安尼讲，要开阔你步边的地，放大你徛起的帳幕，毋通限定，要刊登你的手，经过你的膝啊。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拢爱有即种的心志，毋通安那满足伫目前的光景，爱对属灵的大项的事项有更加刻薄的心。当然，愈认识上帝，你的生命就会愈充满着平安甲喜乐，你的生活也愈有智慧甲能力。请你互生命的境界会当更加开阔、更加扩展，来领受上帝更大的恩典。因为人数会增加，所以伫遐需要扩展这个宿舍，这是好代志。可是这个先知门徒并无因为这是好代志，就安那掠家己做主。你是先求问伊的老师先知以利沙的意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儿女爱有心来服侍做工，这是非常的好，也非常的重要。总是爱求问的，对除了咱的上帝来求问以外，也得爱问咱遮的属灵的长辈，也是咱属灵的同伴的意见，毋通安那家己自张自作，冲动行事，直到有时安那会虎头鸟鼠尾，动工了却袂当完成，白白互上帝眼光受到亏损。所以基督徒的第一原则，既然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生命中的主，就应该伫每一件代志的顶面，凡事拢尊主做大，并且照主的旨意去行。如果咱若尚有求问上帝的祈祷，并且照上帝旨意去行，无论你的生命甲生活，拢必定会得到福气。这个先知学生门徒谦卑的请求老师以利沙甲伊同去，当然毋是爱伊同齐来凑手啦。这个工作因拢会做，总是有以利沙的陪伴，互因感觉会真安心。所以有人读到这的时，伫遐就讲啊，这个学生是毋是还阁妈宝爸宝咧？有些连小可代志也爱以利沙甲因同去咧。兼在因伫即个属灵的方面，也是有真多，也是细汉无长大的所在。总是认识家己的无能、欠缺甲无够，关于谦卑、请求帮赞，这也是值得咱学习的。无说嘛，咱兄弟姊妹，特别伫属灵的事项的顶面，无论大事小事，都会当事事带到上帝面前来求问。听探伊的心意，毋通惊麻烦。咱的上帝，伊愿意甲你伫遐来同行。叫做毋干那爱明白上帝旨意，照伊旨意来行，也都爱随时需要上帝甲伊相较伫地。因为离开了主，咱就啥物拢袂当做。第5节甲7节安尼讲有一人错手的时。波头吧，加落伫水内，伊就叫讲：惨啊！我的主啊，这个波头是少的。上帝老婆讲：加落伫打落，伊就报伊看迄所在，伊就错一个叉，迄伫遐，波头吧就浮起来。伊讲压起来，迄人就双手压起来。兄弟姊妹。咱人生会拄到什么款的代志咧？我相信咱也是做一人拢毋知影。总是若有主同行，咱必定会当平安度过。好佳在有以利沙同行，若无咧，迄个落波头的人就惨嘛，真正惨嘛。因为伊的波头是用人借的，胖轻无去，伊一定爱赔偿。所以即句哀哉吼。即句讲惨啊！我的主啊，
这个宝头是少的，是一个哪像一个迫切的要求甲祈祷，也是绝望悲叹的祈祷。所以当咱遭受了意外，也是特别的困难的时，请毋通先埋怨，更加毋通怪环境也是人。你讲到这个环境的时，咱伫咧看迄个气象报告讲这2天的风态安怎？偌严重，对无？大家惊到要死，所以拜五就开始休困啦。结果拜六有较重一点嘛，总是感觉是讲上帝想是啥物诶，雨水互咱尔所以其实人诶话、人诶讲法、人诶报告，咱听，总是咱来完全倚靠上帝。上要紧诶，就是紧咱诶上帝来祈祷，伊必定会帮助咱。所以你看这段经文诶时，牧师亲身感受到，先知以利沙。就若像主耶稣共一样，非常的温柔谦卑。当学生讲要错查起厝，伊鼓励因讲恁去吧。当学生邀请伊同行，伊讲我通甲恁去。其实以利沙伊家己也应该有真侪代志爱处理，应该真无闲。总是伊愿意用时间来陪伴这学生，听学生的求救甲需要。以利沙伫遮，伊也无先责备伊学生，为啥伊遮尔无小心的？伊无责备，也无埋怨，伊针对问题伫遐来问讲：加罗伫倒路，加罗伫倒路。便马上伫遐来解决即个问题。当即个宝头浮起来，迄个学生可能伫遐着惊宝头竟然浮起来并马上去去摕，迄个以利沙甲提醒举起来。所以牧师看到以利沙就好像一位良木共样，又谦逊温柔的主心，关心着伊的羊群的需要，时时陪伴伫羊群的身躯边。当因有需要的时，乐意扶持帮赞陪伴安慰。求主帮助咱每一个人，拢有即个以利沙的心志，愿意用温柔的心看过培养上帝所托付咱的羊群。所以对于1节到7节的经文中间，咱会当学习到什么款的功课呢？上帝先，咱看到上帝关心你我即个卑微微细的困境甲焦虑。先知的问道会让因伤碎，所以因决定去河边底下错查起厝来扩展即个宿舍。即群的青年人真有热情，甚至邀请以利沙甲因同去。总是就是火火烈烈的服侍甲服侍的工作中间，既然发生一个意外，就讲有一人错手的时，伊的宝头肉加落伫水内，伊就叫讲惨啊！我的主，这个宝头是少的，量去下悬6.50。咱知影当时的有这个铁的时代，一个宝头铁的是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贵。这位的学生可能伊家境也未真富有，所以才需要去借宝头。无想讲伊借来宝头，竟然会因为使用无细腻来落落伫即个约旦河内。对伊来讲，这毋是一个工作拍无去的小事件，有可能也会造成了伊的经济甲信用的危机，因为伊无法度赔偿，所以互伊感觉到极度的见笑甲焦虑。这是牧师要甲大家来思想的一个理念，就是借的中文叫做借来的这2字来讲，这3字，伫一人的生命中占着何等大的忧虑甲恐慌。圣经可以写出这位学生来讲问到伊的呼叫，讲惨啊！我的主，
这个波头是少的。这个字显出人类上深的种恐慌。当咱无派了遐个木属伫咱的，咱背袂起的，搁那极度渴望拥有的物件时，迄种深度的忧虑甲见效。那刚才你开车的时，你若弄到一台什么几千万的跑车，你甲弄到，你就甲活得惨嘛吼！有时背袂起，共就迄种深沉的感受。所以对经济层面来看，伫高意识的时代，铁的物件是非常的欠缺。当时的铁的时代初期，制铁的技术大部分拢掌握伫非利士人的手中。所以，一个铁的布头，毋是今仔日会叫消耗品，是生财的工具，是等同伫一个普通家庭可能几啊个月还是几年的收入。这个少年人会先知问道，因为丧香买袂起家己的布头，所以去借，结果咧，该弄落落去水底，伊必须安那。要害都爱去哪？可能爱去借钱，搁买一支新的来害伊。如果伊若赔袂起咧，按照当时的法律，有可能爱卖家己做奴才来害济，也是将伊的囡仔为了债主伫遐做奴仆。对属灵的层面来看，伊人借波头是去服侍上帝，伊是为了要靠近上帝先知的学院。伫人借波头去做这项事工的时，伊心内可能充满着热情。结果咧，第一骹打落去，这一波头砍落去，就安那搞砸了。伫即时伊所面对的，毋敢是财务的危机，更加是我怎样连这点仔小事都做袂好？那呢，我敢配会去服侍上帝嘛？将属灵上的挫折甲见效，这种的感受，也产生了信心的危机。兄弟姊妹，伫生活中间，你是毋是有处在伫即个借钱的困境中间嘛？你的厝的贷款，你的车的贷款，是毋是即个卡的贷款，是毋是拢超过你的能力咧？你是毋是拢处在伫靠顶你的信用额度咧？这是毋是也互你带来财务的危机咧？konkr快来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安那借的，来讲借来的物件。譬如讲，你生落来就有参名的头壳，你的健康、你的时间、你的财富，是毋是上帝所托付互你的儿女？严格来讲，拢是上帝借的。请问你有善尽管家的这份无？想妥善保管上帝所借你的物件无？有真侪物件，有真侪时阵，咱伫咧服侍，咱伫咧经营家庭、伫工作、人际关系各方面，咱有时啊无小心干呐，无歹去，将关系弄无好，将上帝互咱的恩赐，咱入去性命的深渊，那像水内。咱的心内迄个声，惨啊！迄是招来，放着无穷的惊吓、恐慌，甲见效。主啊，你信任我，才将这个交托互我去将伊啊无去，我无将伊伫遐来完成。即时咱要怎样咧？第二，面对生命的困境。如何用信仰的角度来思考，用上帝新眼光来处理咧？兄弟姊妹，上帝知影你即时的困迫，知影你即时心的艰苦，伊会出手帮助。你看123，上帝大恩人，伊敢有责备伊嘛？还是轻忽伊困难的所在嘛？上帝事工遮尔大，你管迄支布头要创啥？无，123这个门框落伫倒位，加落伫倒位？
当迄人指互伊看的时，伊丽莎错一支茶，迄伫遐，布头嘛就浮起来。兄弟姊妹，这是毋是神力咧？是，这是真大的神力。咱拢知影自然的定律是水加所在流，铁伊是重的物件，当然啦，会沉落伫水底，这是无法度逆转的定律。兄弟姊妹，伫这段记述的顶面，铁代表什么呢？铁代表的是咱生命中无法度挽回、无法度逆转的过去。铁沉伫这个水内，代表是咱过去消失的这的日子。咱的生命中过去的错误、失败，也是沉重的罪恶感，也是种种被现实带甲沉沦的状态，这的拢像江水一样，一去袂阁回头，无可能阁再转来。总是伫人所袂当的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当伊丽莎错一支茶，迄伫遐，迄个用铁做的宝头，既然反向的啦，克服了这个动力重力，浮起来伫水面顶面。所以对属灵意义来看，这是上帝神圣的交换。兄弟姊妹，茶是轻的，会浮伫水面顶面；铁是重的，当然会落伫水底。总是当伊丽莎将茶迄伫迄人落铁的所在的河中，这个茶好像承接了铁的重量，互铁得到了茶浮起来的性命。以赛亚书53章5节安尼讲，因为伊所受的刑罚，咱得到平安。因为伊所受的鞭挞，咱得到医治。这种神圣的交换，耶稣直接代替了咱的软弱甲失败。这是一个有表，迄个被砍断、迄日死亡河水中的插头，这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疼甲赦免。逃离了咱失败、罪恶、见效的深渊内面，就颠覆了罪甲死的定律，互遐个本来沉沦伫痛苦甲罪罪的底站的咱，重新啦浮出水面，重新得到尊贵甲自由。这是第二项，第三项，双手举起来的信心回应。新约最后的一幕是非常具备有画面感的。圣地伊丽莎伊并无将铁安举起来，互这个学生，你对迄个学生讲举起来，迄人就双手安举起来，从其下悬6章7节，遐姊妹宝头浮起来。所以如果这个学生伊即间徛伫岸边伫遐看，伊若甲伫遐看，心力就敢若只是心力，工作悠远无法度继续。咱阁会记得上帝讲玛纳互以色列人无？当上帝讲玛纳的时，以色列安怎？伊爱去捡无？伊若无去捡，玛纳落来对伊来讲若无啥物作用。捡了有时还阁转遐爱对伊煮，爱对伊煮来食。所以神力是上帝最应该做，你也应该做你应该做，袂当啥物拢安那，袂当啥物拢看上帝，赖互上帝，家己却啥物拢无做。如果你啥物人拢无想要做，无愿意做，就绝对袂有神力伫遐来发生。宝头浮起来，伊丽莎并无家己举起来，互迄个学生。互迄个文道，你是对伊讲举起来，迄人就双手举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毋只甲帮助你解决问题，更较重要的就是伊要恢复你的信心、你的尊严，甲你的积分。迄个学生捌因为落宝头，你惊甲毋知要怎样，
伊亲身陷落伫即个绝望的中间，对家己失去了信心，认为家己连一点仔小可代志都做袂好，总是等于创出迄支捌因为见笑伫遐行行的手，将斧头举起来时，等于定心肝掌握的时，伊经历到的就是上帝毋只是拯救伊的信心甲经济危机，更加是拯救了伊的尊严，可以当定心过来。上帝好像伫遐对伊讲：“我的囝，举起来，继续操守吧，毋免惊你的失败，因为你伫我的面前是宝贵的。我的时间犹原需要你，我的时间犹原要使用你。”亲爱兄弟姊妹，面对着大事，面对着小可事，那像这斧头落去，咱真歹势伫遐惊了上帝。结果咧，家己会陷伫即个焦虑甲见笑。面对大项代志，那像这亚兰的大军队，大军压境，我相信真侪人伫遐惊吓失措，袂记得迄位甲咱三个弟弟。比世界更加大的上帝，总是主耶稣伫马太福音安尼讲过，伊讲两个赤鸟毋是卖一分银嘛？若是恁的爸无用稳，一个也袂加入伫地呢。就是恁的头毛也已经被算小过。无你今日带到咱的教会中来的。是一件，互你感觉伫遐卑微、小看、见笑的事，那像迄个招来波头，也是迄个将你的人生围甲团团转，互你喘袂开，迄种喘袂过气，那像迄个亚兰的大军，你来请听伊23对咱所讲的话，毋免惊，咱伫道路。只要咱的主会看，也请听咱的主、咱的上帝对咱所讲的话。我的囝，我就伫你的身躯边，可能伫你的房间内，也是伫你所面对的水底，也是伫你每一支的头毛顶面，我拢掌管，因为我深深疼你，请一定爱记咧。上帝伫遐衡量即个大事也是小事的标准，甲世界是无共。只要是会互你流目屎，互你困袂去，互你感觉惨即种的代志，伫听你的上帝，听咱的天父目睭中，就是值得伊伸手介入的大项事。伊袂对你的小事伫遐来看轻。那像你所焦虑，有你艰苦流目屎的代志，请你爱将你的需要用祈祷的心，咱的上帝来祈祷，伊来求讨。我相信上帝必定甲恁三个弟弟帮赞伫恁，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阮真对你话三个实看，你互阮更坚定的信心，甲倚靠来倚靠你。对这两天的风台中间，我有侪惊吓、软累，甲毋知要怎样。总是经过这个风台，阮更加看见你的手，拢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上。那像咱今日所讲的，迄是招来的波头感情，迄种惨我的主迄种的艰苦、焦虑、甲不足。所以伫主你的面前，我拢伫遐会当得到满足，因为你甲阮三个弟弟，你会帮助阮、坚固阮，特别阮对你所求讨的，阮所需要的。主，阮将这一切拢用光伫你，可你继续带领阮、坚固阮的心智，帮助阮伫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时阵。努力常常甲阮三个弟弟，阮将这个
拢藏伫基督中，可以继续带领引带帮助伫阮。就伫阮的困境，阮哀哉惨哀时，你要教阮三个地底帮助伫阮。佮一摆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面前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